今明马不要这样咯，啥呀？这今个的马有啥？人家明马啥呀？就来了。明马妈妈啥？呀，这玩意儿是。家有好平安，好了，我家妈没钱啊，他个是没钱，我我的妈是没钱嘛，是来，我家他个是嘛是，他有嘛是嘛了，让我还是有了。起码出了你还就了啊！他从小到大，起码出了你，马过一路是起码过，马从小到大起码出来，他马过一路是起码过，我马从小到大起码出来，马过一路我起码过。错了不打你唱歌，错了从你的呀唱歌唱，你知道那个错是啥样了？不懂该如何？听那个。下了是啥呀？俺们就嘛了，俩了，人家是家妈妈哈来，那你看看我的跳了是啥样咯？你说老他妈跳了，我还是你妈那家弄了人家的。多大没记住？马上我去。我也听说马大，我是听了口马boy，你那了马个，那是马大，你那了马大，也不懂家有啥情啊，我的是啥样？是听了口马。这个，那嘎嘎的嘛，那人家我看
几次的马走来，吃了家妈的钱啊，他那是的钱，我拿了些不敢生了那钱嘛。老百姓，可怜啊！可能的老百姓看我把下里妈妈心呀，来呀啦咯！可能的老百姓看把下里妈妈心呀啦，可能百姓看听在家了。老百姓，把钱在家是家那么好，这老了，可能老百姓好，把下路妈妈心了，家干嘛老往下看？啊，那个我下面马上起来了。你家些好马错了，我想啊，他希望啊，是家妈妈好的。老百姓看听了，可能是老百姓看，自己把小看的老啊把，那么忙个呀，家把那老往下看，那么往下看老啊把，忙个老啊把小看的老啊把，忙个呀了。
我面前你做了哈子啊，这啥？
是条马大巴，还是那妈妈过家来了。谁进了婆婆呢？马过人家了，这面朝进出走。咱们路啊嘞嘛。妈妈，人家了，啥个看见了哈家了？谁进了把那妈妈哦？我怎么看了把那妈妈？我这把他进了把那个。不都他家的那位子，不都家他家，那老了，那个小子他跑的，老去了什么咱们跑马大呀？那你多大的跑马？人家那啥个他现在了哈子啊，在把车马子弄下来了。你在那打车，马主人家了是把你个人。就人家了，查个看了你个哪哈子啊？来，吃了他妈大叫我那叫俺要查个看了你要查呀了。我可家了那我的，不懂家他家了那个什么他可，这几个是。他们马大大个把进来了我还想买，我太大个家嘛，我把个家有十几样我那车，我把进来了啥个看了。不懂家就好。
下坡的呀，我下山呀，你看到了个他呀家的呀，就是那来车人。马出来啊，马过也都是心，马过来啊，什么的马回啊，马家的马回啊，马亲戚家，你是出来妈妈家了。啊。
我那就马了家家，我是啥呀了？你是哪哈的啊？咋的把你打开？啊，还记得看我瞧了我啊，西巴庙好是那么久，马了你要啥呀了？你那好吵啊，西巴庙好下去，那就马了人呀，是啥呀？车碰了大桥了，那把你弄开的。我吵了起来，我是把你怎么了？我丢了，你这可辛苦了呀，爸，你妈妈，那你呀是啥呀了？你是哪哈的啊？我的把你哈的那可吵是把你。这是什么的？这个路个面朝嘛西嘛西，马个哈西嘛西嘛下了你让我的。是西嘛哈西，嘛西了了，这面朝的你嘛不。马不马我，还记得他马不，俩人人家车从那大桥了，还能把心里的说那来人家我。是了，那个呀，还记得他嘛不了那什么乱说，要来下了你家喽，就把你生日都要吃，家了你要啥呀？你可要跟人家了。你怎么这下婆子呀，在把你还记那破钱是把你的学习了呢，就那可能是什么好名字，下了是哪个嘛好名，我来把你的那卡是拿了你家是啥呀了。你这是啊，他妈的嘛好名，我的把名还记那可长了，那你啊喏，不能说什么好名字是来的你，弄下那还记那可是吧了。我可是完了。
嘛来你家喽，那么他们那家吃了老马拉我都这来都爬上我来，都我哩来你要参加了，我家嘛没天气的也都你来嘛住个了。有来就完了，马从车到出去马从完了，不等家还家来马小弟的马回来，马牛啊我喏，牛马可拉马就是家，牛啊能把从拉大桥了。
那什么我干了好，你干这家了，人家很多听嘛说个都嘛个呀，听你嘛说个都嘛个在。那么他们大家瞧了是瞧人家的把腿嘛就弄大了，你这点把腿嘛就人家是当个人，嘛就弄大了。说个还是我来要听你嘛，说个啥子来？